個案一宗涉及狗臂架懸空式棚架墮下嘅意外。2名工人負責維修大廈1樓外牆。事發嘅時候，佢哋正喺俗稱狗臂架嘅懸空式棚架上面工作。當維修進行期間，外牆上嘅用作支撐棚架嘅狗臂架突然鬆脱，爆炸螺絲脱位，螺絲四周嘅外牆石屎亦都被扯開剝落。該2名工友連同棚架一齊跌落地面，受傷死亡。第7式，用好懸空式棚架。師傅教落，懸空式棚架由狗臂架同竹棚組成，想安全咁喺高處工作，唔使練輕功㗎，只要做到以下嘅絕招就得㗎啦。首先，每個狗臂架必須裝上至少3粒爆炸螺絲，螺絲仲要有足夠嘅安裝深度。為咗減低狗臂架第3粒螺絲安裝嘅困難，記住要用 T 型狗臂架。工人喺懸空式棚架上面工作，應佩戴全身式安全帶，並將安全帶以防墮裝置連接到獨立救生繩上。如果揾唔到穩固嘅繫穩點，工人可以使用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。無論喺高處定係地下做嘢，都要注意職業安全。記住口訣：用好懸空式棚架，安全滿分，唔丟架。